身上。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。这平原遍满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。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就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”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寂静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灵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灵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阿们。最后一句这样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耶和华成就从哪里开始？从说了。耶和华说了就成就。成就是什么？成就不是说一说而已，把讨论问题拿出来而已。在这1、2个礼拜，我想有一个人会特别的有感觉，然后有一个城市的人更有感觉。就是当他在选举的时候，选完高票当选以后，他说了5大弊案，但如今成就吗？有人知道新闻？现在我们就在检讨，人说了不代表成就，人说了在当时候会造成一股热潮，不是那个100块热潮，就是大家都在讨论。但那没有成就，唯有耶和华说了有成就，不只说而已，而且神说了就成就。但是你说传道那是神啊，那我是人呢？一样，我们人其实只要愿意是跟神一起，我们会成就许多的事情，而这事情我们的计划是要跟神一起的。我不知道看到今天的经文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？你们上个礼拜才去扫墓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都说扫墓是什么？夜总会哈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感觉？去到那边，如果全部都起来，会怎样？会喊什么？喊这个吧。请问你晚上傍晚6点以后、7点以后，现在就好了，请你去那边对这些人说话，说什么？起来，活了，气息在你们中间。今天好像以西结要做这件事情，
如果你做这样的梦，今天的经文，满地都是什么？骸骨哦，满地都是骸骨。那这些事情好奇妙，是因为骸骨到最后那一节说，这些骸骨要变成什么？军队耶！哎，这不是科幻的电影，而是神说的要成就。我不知道你做梦，你希望你梦中醒来的时候，你希望是怎么样？如果是好梦，你一定说啊，别差啦，快起来，闹钟哒就按了。但是如果是不好的梦，你会说怎样？满身大汗说不该在，好在是梦而已。你希望醒来的时候是在哪里呢？有一个6岁的小女生，她在梦中看到有一道光，然后就被叫醒，说起来，起来了，起来。当她眼睛一睁开的时候，说，怎么只有我起来？躺在地上那些都没有起来啊。于是她就在那边等着，等了一段时间，好像我换过去一个穿白色的人，然后噼里啪啦几个人就推着什么车，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哭声，然后他就说什么，好高兴，终于有看到人了，阿姨，对着那个背对着他的阿姨，穿白色的小女孩喊阿姨。这个阿姨一看，马上喊这4个字什么？有鬼！救命！她越跑，这个6岁小女孩怎样？越要追，一直追，阿姨，然后这个阿姨跑得越快。这是梦吗？这是梦吗？这是40几年前发生在花莲门诺医院太平间的事件。这个小女生，她在太平间已经躺了3天。在下面学护理的手插这样子，心里一定说传道，你是过来讲什么灵异事件呢？而不是指你啊。是啊，我们人身心灵，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见，有一个世界，这世界是我们不明白，甚至我们看不到的，可是它确实存在。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。醒来时，传道常讲，基督徒死了就叫做睡着。睡着时醒来，你希望醒在哪里？你希望看见什么光景？我相信你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是一片死尸的情况，像今天以西结所说的满山遍野的骸骨。今天经文的以西结他看到的景象，除了让人毛骨悚然之外，更让人很难为的是，神却问他什么？问说这些骸骨能够活过来吗？这些骸骨能够活过来吗？就像问你跟我，你爸爸妈妈都离婚，还各自都结婚了，他们还可能在一起吗？类似像我这样的问题，就像我的成绩已经烂到已经被开除，我还能够恢复我原来所拥有的吗？就像你曾经拥有的，如今都破灭，你还能够有盼望吗？这些骸骨能活过来，骸骨就是已经死了，而且干了很久，连骨头、连筋都没有了。这些骸骨能够活起来吗？怎么回答呢？我们来看以西结，我们先来看圣经那时候的背景是什么？看得见吗？好，简单讲，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其实他们从大卫之后，从南国跟北国，其实这个北国早就已经灭亡，剩下南国在主前，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前，到600多年前的时候，他们曾经经历第一次被巴比伦王掳去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但以理是那时候被掳走的，被掳到哪里？从耶路撒冷掳就是被抓到巴比伦去，也就是离开自己的故乡。
在第二次，他们又被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王叫做约雅斤，就是以西结。这个时候，以西结这时候就是今天被呼召为先知以西结，他也被抓去了巴比伦。然后他去到了巴比伦以后，也是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就没有再让他当祭司，因为他原来是祭司的家庭出身。祭司在圣经中就是世世代代都可以成为祭司，可是他被掳走以后，没有圣殿可以敬拜，所以他不可能再当祭司，他就被呼召为先知。先知听他名字就知道说他会讲一些上帝给他看的图像或画，让他们会应验的。好，以西结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背景，就是其实他被呼召的时候已经被抓到巴比伦去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是他们已经被抓去了很久，剩下来的那些原来在耶路撒冷的人，都是一些穷人、乞丐、残缺、老年、有病的人。以西结呢，他其实是被抓到巴比伦去服侍巴比伦的王。我们想他已经被抓走，但是他心还在想着他的故乡耶路撒冷会有什么发展。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怎样？希望这只是短暂的耶路撒冷呢？那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，就是那时候的王叫做什么？西底家。西底家，不是台语哦，都要唱台语歌，这完全名字是真的叫做西底家，但是台语讲起来就是死在这里啊。所以以色列最后一个王就是什么？拍死那个叫西底家，真的在那时候就灭亡。可是，在那时候以西结被抓去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死心呐。很多的先知说：“别欢乐啦，我们一定会反攻大陆。”不是，就类似像这种话啦哈。我们被抓去只是暂时的啦，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啦，一定会救我们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当时候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先知，他也是在耶路撒冷，也同样的讲什么？你们安安心心的在巴比伦那边好好生活，好好结婚生小孩。你们好好在台湾结婚生小孩，不要再想反攻大陆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两个正好呼应，以西结跟耶路撒冷其实是两个呼应。呼应说是的，因着百姓离开神，得罪了上帝，所以上帝要灭了。所以你们在那边会抓去，被在那边几年，在但以理的时候就有讲了，会有几年，70年。但是那时候还没发生，所以他们还没应验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可能，神要救我们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是那时候，你要听谁的？我相信我们上一代很多人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他们都期待着还有反攻大陆短期内，所以他们不会在台湾买地，不会在台湾买房子，因为他们觉得很短时间他们就要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那里有他们的家人。到底我站在十字路口，我到底要听谁的？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念可以来帮助我在做困难的决定，可以来帮助我使我做的决定是对我一生是好的呢？其实在耶利米书就有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请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将灾祸的意念，是要叫你们末代有指望。”是耶和华，虽然耶和华这个灵降在这个耶利米让耶利米知道。有这个启示是神是要赐平安，虽然他们被抓去，虽然他们要在那边待一段时间，甚至结婚生子，但是不要失去盼望，要有指望。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，以西结他所领受到的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问他，你觉得这些骸骨会不会复活？如果问你们，你们要怎么回答？问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又讲不可能，又觉得说，好像小看神了。讲可能，万一怎样，自打嘴巴。怎么样回答呢？我
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的。”回答的很有技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所相信，他有信心。当你人生中你有很多要决定的时候，很多人给你对话，很多人给你建议，你一打开网络，很多人就给你各式各样的分析政策，给你各种的决定。譬如现在有很多人在申请学校，6所学校你都上，你真是不知道你要读哪一所。但你如果只上1所的时候，感谢主，因为只有那一所嘛，哈。不要笑，因为传道就这样，最后1所，而且是被取，而且是怎样，最后1名。就是那一所啊，没有这个义无反顾，就是就勇往直前。我们如果耶和华临在我们身上，在这里原文写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，那么你要怎么回答？盼望我们的回答不要装满我们自己所设想的这些，盼望我们的回答是倒空我们自己，说主啊，给神一个空间，敞开我们自己。说主啊，你知道的，把球丢给神好不好？但是只要打开自己，好，神啊，你知道的。因为在旧约里，我们看到圣灵这个字叫做希伯来文，这个念 Ra'ash， 对不对哈？我是直接念好不好？太久了忘记它，希伯来就是学不来嘛哈，所以不能怪我老师哈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气息，生命气息。这个意思就是风，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生命的意思。也就是不管万物，我们都需要有神，都需要有神的气息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么我们才会活过来。所以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，带领他到哪里？到平原。这平原是遍满了骸骨，骸骨意思就是已经怎样？已经死了很久的人。那么当你看到这个情况，是绝望到底的绝望的绝望的绝望，反正就是无底的绝望的时候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从神来的角度跟眼光，跟超自然的力量，跟超自然的眼力，就是你不能明白的，就是圣灵，就是灵。而且请记住传道说的圣灵，不是灵而已。也就是圣经说，不是凡是灵你都相信，只有什么圣灵你是可以相信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也看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灭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于是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。所以在这些，这甚至人也一样，这创世纪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，就是气息吹在他的鼻孔，人的鼻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意思是说，怎样？没有灵的就叫死人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就是没有气息。刚刚有讲了，灵就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个希伯来那叫什么？我又忘了。对，不是那个哈啦，什么 raha 啊，就是要有气息才是活过来，才是这个亚当当初是神带领着他，神的手带领着他要兴起的人。我不知道你对灵圣灵的感受，虽然他摸不到，但是你这里很传神的告诉我们，神的灵是什么？原文叫用什么来形容？手。或许这个拟人化你会觉得太不灵了，太不属灵了。你会觉得说，耶和华哪里有手？手是会被限制。但是其实它这里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体会那个强烈、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神的手真的在这里，不管它是压我们，给我们一定的压力，压力对我们有时候是好的。或许他的手扶你，或者他的手打你，或者他的手安慰你，或者他的手包裹你，包裹我，他的手在我们身上，你看不见，但我保证你能够感受得到。只要你是活人，你说传道，那我不是活人，我是什么？你不要骂我。传道只能说，如果你没有从神来的盼望，
你不过是什么活着的死人而已。好，神的灵要在我们当中，神要兴起我们，神要使我们怎样活起来。以西结的挣扎就是，哎，这怎么可能？就像我们的生命中，神给你看到异象，说这怎么可能啊？有个阿美族的妈妈，她在怀孕的时候，她就一直为她的宝宝这个祷告。于是她有一次做梦，她就梦见说啊，是一个小女孩。然后是她的族人看到她的外表，因为以前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超音波，所以每个人看到她就说啊，这个形就是什么？就是儿子啦，哈。然后也去他们那个族人会有那种很灵异的事情，说啊，这个是儿子啊，这个是儿子。但是这个妈妈做梦就说什么？神跟她讲，她是一个祷告的人，说这是一个女儿，她就祷告神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给我的这个梦，这个意象啊，我相信你，所以她都帮她准备女孩子的。但是呢，另外一股力量就是儿子。哦，这个当这个开讲时刻到的时候，哇，生命气息一进到这个孩子，一活过来，揭晓，请问是什么？啊？是什么？龙凤胎，好强哦，加倍的祝福啊！一生出来就是女儿，她很高兴，她把女儿献给神，神给她一个图画，她很高兴，她就为这个女儿天天来给她祷告。但是有一天，她的女儿身体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意外开刀，开了2次刀之后，医生告诉她没有用，你准备办后事啊。她跟神祷告说：“神，你既然给我看见那个梦，这个梦是你一一的应验。你不能让我的女儿死掉，因为我把她献给你，不可以。结果怎样？送到太平间去，真的就是死掉，没有气息。这妈妈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她非常难过，她就跟神说：主啊，你让我看到的异象，我相信你，你是会应验的神。虽然我的女儿不叫应验，我的女儿叫秀珍，但是她就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！”他就开始祷告，24小时过去，他继续祷告，24小时再过去，这样几个小时？开始有人来叫他，他的族人说：“可怜啊！”他不是讲台语，讲阿美语，踢笑啊！他叫他们的巫婆来哦，然后也叫他们教会的牧师来哦。哎，他说：“神给我看到这个梦，神既然应许我，我也把它献给神。主啊，你要按照你的应许，你要按照主啊，我相信你。要不要继续祷告？要不要继续在太平间？不要，人家不可能给他在那里，一定被驱逐出境，对，回家。好，第2个24小时就几个小时了，一大早起来。”救人了！很多人来拍他们，不得了！你女儿醒来了，在哪里醒来？太平间，就是刚才那个小女生，几岁？6岁。请问传道讲这个是灵异事件吗？不是，因为这个秀珍传道，她曾经是台北复兴堂的青年的传道，那她讲这个见证。是他在就任牧师的时候讲，这是他被封牧的时候讲，这是真实的事情发生。于是医院怎样？带一批的人来研究，跟他妈妈说：“让我们研究一下好不好？到底这发生什么事情？已经太平间3天了，还好那时候没有马上有冰柜那件事哈，不然他不知道怎么办哈。”他妈妈一听说要研究而已，怎样？抓着人就跑了。怎么可以让好好的孩子让你研究呢？传道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，但是既然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有机会，因为他不是长老会，有机会，传道很想邀请他来我们当中，因为既然神使他死里复活，那么神就是保有他的生命，要来祝福很多的人。
甚至呢从神来的生命气息，他也来祝福我的孩子。因为当我的孩子老二在16岁的时候生日那一天，只有接到一通电话，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，只有大哥大那种最大台那种。我一听，妈妈，我没有办法回去了，就断了。16岁那一天，24小时过去，还没过去不能报警，在第2个24小时才可以报警，对不对？去报警也没有用，因为不知道，因为就断了。在第3天也没有看到，没有回来，没有一点的生命气息的，没有一点的消息。但是这个赵秀珍传道，他就祷告神，然后他告诉我，他说：“英燕姐，我祷告当中，我看到神给我的意象，蓝天白云。神要你现在就活在将来的盼望跟胜利中，你现在就要起来来赞美神，说我的孩子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我的孩子已经从黑道回到正道，回到真道里。16岁，你们知道听过我儿子的故事吗？他到3年后有没有回来？19岁。还没回来，而且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现在还在付出代价。他到几岁才回来？没有满7年嘛，但是已经够痛苦。我因着这一个传道，他所看到的这一个图像，这个应许从神来的，我有了盼望，我有了平安。于是我就过了第4天，我的小孩真的就回来。然后回来以后，他就跟我讲：“传道，那个妈妈你都不要问，我什么都不会讲。”在最恶劣的绝望中，我仍然信靠神，因为神透过这一个死里复活的孩子，不是他，是神透过他来拯救我的孩子，拯救我，使我继续走，而且献身给神的路。我们看为不可能了。我们看为都已经枯干了，我们其实是需要来领受从神来的。但你就会想，传道，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敞开自己？我们可以乱敞开吗？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圣灵的带领呢？圣灵既然它是一个气息，那它是一个生命，它是一个我感受不到，但是我怎么样来敞开自己？很简单，这边也很难，就是你在这困难当中，你要来赞美，你要来。说主啊，你就是拯救，你就是气息。主啊，你就是有办法，我就是相信你的有办法。就像这个秀珍传道一样，主啊，你是会应验的。主啊，不管现在我在哪里，我就是定义来赞美你，因为我一赞美，我的心思意念就不一样了，我就不会忘记神曾经所做过的，以及我就不会忘记那个盼望，神将来要应验，神将来要实现。透过在我们更多需要渴慕跟祷告，这个传道现在应该我要叫他牧师了啦哈。这个牧师他就是教导我从他那边领受，我们要渴慕神，我们透过祷告当中跟神的互动中，我们就可以领受从神来，可能不是 detail， 但是你有一种平安。好，你就会知道有一个一步一步的带领你，你很难想象说，如果过去我的个性，我大概不会这样子想，我大概不会这样做，但是我却能够这样子做，而这样的做会让我感觉好像事情可能世人看越来越糟，就像我的儿子16岁到21岁回来，那越来越糟，到19还有更糟的事。在这当中，我们就需要常常顺服神的带领。你就像跳着，我很喜欢这个神学家说，你要跟圣灵共舞啊，而且是跳那种不是很快的那种恰恰，是你要跟神跳那个怎样慢动作，你中有我，我你中有你的这个，我们就熟悉神的动作，那么这种景象你就不用害怕。在海谷中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只要遵命。就像这个经文说的，这个第5节开始讲，这些骸骨需要有神的气息，身体就会慢慢的
这个恢复。然后呢，这些恢复之后，还需要有灵，有从神的这个气息。那你愿不愿意呢？你愿不愿意照样生活？你愿不愿意照样去做呢？以西结说：“我遵命。”于是他就对了这一些骸骨一讲到，对这些骸骨一讲到，他就怎样听见骨头跟骨头就怎样，然后就开始又长怎样筋哦，然后又怎样，又看到他们又长了肉，然后不只听见，又看见将怎样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大军。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，如果你有圣灵的有感动，你要怎么确定这个感动是来自上帝，不是来自你自己里面的灵呢？你自己里面也有灵啊，譬如说有什么灵啊？有饥饿的灵啊，有没有还有什么灵啊？还有什么啊？那个手机的灵啊，什么很多？那我想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判断外在的辨识的方式，以及我们内心有没有？刚刚传道有讲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平安？我们的内心里面神在我们受洗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使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若是不合神的心意，他会给我们有一种激动，跟有一种的罪恶感。但是传道还是要说，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。我们人在成长过程中，或许我们会有，因为我们个性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些罪恶感，或者是自我的这个负面的不一定是来自神的，但是神要我们透过圣经，他也给我们圣经，我们可以去辨识的。所以神给我们外在环境的印证，甚至给我们最重要是给我们有圣经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不停止的聚会，我们在祷告，更重要，他给我们什么？属灵的同伴。属灵的伙伴，所以传道常常讲，这4样东西就很像我们人活在那个大海中，海是罪恶，海是黑暗，但是我们有这4盏灯塔，我们就亮起来。神的话、圣经、祷告、不停止聚会，还有属灵的伙伴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大军。每一个都被神来兴起。好，那在这个经文的最后我们把这个经文的11到14章，我们就发现神的灵在我们手上，在我们身上，神的手在我们身上，不止我们而已。这个经文到了11章的时候，开始讲我们，不是只有我们看到，我们也就是神，不要只有你。要我们，当我们的群体当中发生这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因为神怎样说什么是善，行公义。如果没有公义的，他兴起我们，好怜悯，我们是不是有需要去做的？跟神的属性是一样的，纯谦卑的心智。圣灵一定是谦卑，在圣灵里面没有一个自大的。如果是自大的，对不起，那一定不是圣灵。还有圣灵一定是稳定的，不会一下叫你东，一下子叫你西，一下子叫你读，一下子叫你读这个高职读了2年以后，一下子又叫你读高中，普通高中。圣灵会是稳定，除非很特殊的那个状况，圣灵是稳定的。所以你不可能说传到个案说结婚4年，说圣灵告诉他说，跟他太太讲说，我不爱你，我从来不爱你。错，这绝对不是圣灵。花了11年离婚，花11年结婚4年，这错。这个不是圣灵，圣灵是稳定，而且圣灵是要符合传道刚刚讲，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。我们要去宣扬，就像在后面所讲的，这以西结开始去对他的群体讲，开始对他的群体说，是我们要告诉这个群体里面，这是神的心意，所以我们要确定群体中这个感动是圣灵从圣灵来的。我们要知道是以基督的心为态度，我们的态度上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们在群体中，在爱中说诚实话，不是在说诚实话而已，一定要在爱中。好，那这个经文也讲，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才能长进，连于元首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呢怎样？我们爱不可以虚假。我们呢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恳切。好，凡事要检验哦，不可以怎样
不检验啊，但是也不要消磨圣灵的感动哈。像去年我们就经历很多，今年我们还要去经历它，不只是好玩而已，有比好玩更重要的平常经历不到的事情哈。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怎样，在凡事上怎样，就是要查验啊，不是都有益处哈，但是我们怎样就是在主里我们得着那真的自由，不被这世界所辖制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乐的旨意。好啊，这是我的老师看不太清楚，林信南医师啊，他是这个台大的精神科医师哈。这个红色呢是他年轻的时候哈。好啊，那我要讲他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他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视网膜剥离啊，所以他是精神科医生，所以他的右边眼睛是看不见，他开了4次刀，所以他说他的视网膜破了啊，他让他人生只有一半。他还好不是外科医师啊，他还可以行医，所以人生我们有时候是破掉，甚至我们群体中我们的网也破了，但是神的爱网恢恢啊 ，sure grow， 神的爱网怎样要网住我们啊？这个台语这个网也是忙，对不对？盼望也是什么忙？做梦也是什么忙？上帝的忙，上帝的梦。邀请我们跟他一起，邀请你，邀请我们群体，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家人一起，好，我们有许多的活动，我们这些活动为的就是要跟神一起逐梦，好，因为神要往一个往一个爱的网，要往一个使人有盼望的上帝的这个梦，邀请你跟他一起，愿我们在这个上帝的梦中，我们可以一起跟他来同工。